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保安大队的员警，伫延平北路执行着路检的勤务。有一个机车的骑士唔肯配合，佮加速度来冲浪。员警真勇真猛，动作猛烈，甲机车救的唔放，当场互拖行100外公尺远，上尾也甲嫌犯压制逮捕，查扣着安的毒品100公克。 一看到警察在路边咧临检尔，这个骑奥多摆人油门嘴咧，想要冲过这个员警呢，冲进前为奥多摆后座扭掉咧，就算互伊直拖嘛无放手，最后这个骑奥多摆人并且互人制服。那员警就很勇敢，跳上车抱住他，然后一路拖行，拖到前面这里，裤子也破了，也受伤了。 昨下晡2点外，台北市延平北路4段国道的桥骹，台北市保台执行路检的勤务，嫌犯骑奥多摆想要冲过，这个警察甲扭掉咧。这个骑奥多摆人油门一直吹，这个员警被拖100几公尺，总算将这个嫌犯甲抓起来。不过伊本身嘛有受伤，双膝以及左手受伤。 警察为着抓人着伤，原来这个骑奥多摆人有炸100几公克安非他命，临检破的毒品案也有这件。那袜子是谁的？ 这机灵车尾仔落去，警察发现讲副驾驶座下骹有一个黑色的皮包，内底是毒家微包。原来嫌犯是要逼警察将这个皮包踢去到伊仔骹，不过想过紧张，伊愿互人抓到被移送侦办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